即马咱今两个介绍已经豆豆啊稳定啊，中华甲新竹拢有早顿店真好心，甲有参加两个一寡产品拢落价减5块，消费者是学到这店家真有良心。农委会即马表示，即马因为产能恢复啊，加上咱有进口2000万粒鸡卵，所以即马已经无咧欠卵啊。毋过鸡卵的业者即马是较烦恼讲，若是数量伤过济，惊会败市。 卵伫咧前台顶悬煎甲哔哔叫，搁掺一寡肉甲菜，营养的卵饼就完成啊！中华花坛这间早顿店，生产大广告，营养卵价稳定，这是开始有卵的产品全部减5块。羊肉蛋饼之前是45，所以现在是40元。那其他的蛋类都有降，都有降，一律都只要蛋类食品都降5元。新竹市嘛同款有早顿店，4月底有卵的产品就减5块。 民众俄罗讲这是真有良心的店头，其实他是非常有良心的店家，因为一般店家是不可能这么做，因为一般物价涨得上去是不可能再回降的。农委会证实，当禽流感的情形较缓和，国内鸡卵生产嘛慢慢啊恢复，加上3月份到今已经进口2000万粒卵，稳定卵价有效果。目前我们整体的供应随着国内的生产慢慢恢复，而且进口的一个专案的一个数量。 也持续的在进口，所以总体的国内的供应，应该是相对的比较恢复正常。农委会表示，目前鸡卵产地介绍一斤是45块半，若小卖一斤差不多是56块。根据台中卖卵的生理人的观察，目前鸡卵的市场明显供应侪过需求，而且热人对卵的需求会较少，因是真惊会消袂起。现在蛋很多，你看客满呢，没有一个蛋商是没有客满的。 货都出不去，因为现在大家蛋价还是很贵，你知道吗？买气还是走那个我司机出去说一车出去有没有，半车再回来。农委会强调讲，会持续进口鸡卵，看产销的情形随做调整。有卵商烦恼会增加供需失衡的问题，呼吁政府爱加强甲产地沟通，唔通互计小帮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